我叫 Purple 啦，今年13掛。去咗呢個大棠荔枝園附近嗰度，就影過呢個紅葉啦，同埋日落，因為一個字靚咯。其實呢，我未試過喺山上面睇日落或者係紅葉。基本上我連紅葉係咩我基本上係唔知㗎。咁橫掂香港都有，咁就去睇下，順手影下咁咯。平時呢就唔影人嘅，就係影景嘅啫。人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個樣㗎啦。如果俾佢知道你影佢嘅話，咁就會好假地俾個笑樣你，但係景就好似多少少唔同嘅嘢可以俾你影下咁咯。總之就係隨心咯，因為每個人嘅感覺都可以唔同。